大家好，今次嘅影片咧會講 DSE 2024年嘅卷二第44題 MC 題嚟嘅，咁就會關於標準分嘅題目。咁咧第44題咧就有一啲嘅數據俾咗我哋啦，就係考生嘅得分。咁然之後咧有3個句子咧問我哋邊一個係正確嘅。第一句咧係關於中位數噶，咁所以我哋計中位數嘅時候咧，第一個步驟咧就請大家咧先將啲數據咧去排次序啦。由細至大排起咧，咁我就排咗咧，就會係啲嘅數據咯。排完次序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將數下有幾個數據啦，然之後將佢哋分做兩組啦。咁呢度咧應該有12個數據嘅，咁所以咧12個數據分兩組咧，咁我哋每組咧會有6個數據咯。咁我都用咗顏色咧去分咗藍色嘅一組、黃色嘅一組。好，分完組之後咧，咁我哋就會計嗰個中位數啦。咁咧中位數嘅時候咧，因為啱啱好分做兩組咯，咁所以咧我哋會用藍色嗰組最大嘅25，同埋黃色嗰組最細嘅26，加埋之後咧再除以咧去求中位數嘅。咁所以計出嚟咧個中位數咧就會係25.5咯。好，第一個句子咧就話個中位數咧係22嘅。咁所以咧，第一句咧就係唔啱啦，第一個句子就唔啱啦，我哋唔會揀 A 同 C 啦。咁所以你會睇到咧，第二句咧其實就一定啱啦，因為剩翻 B 同 D 俾你揀。咁第二句就一定係啱啦。咁點解會啱咧？呢度咧就係關於標準分咯。咁我哋重溫一下標準分點樣計啦。標準分咧，咁其實條公式咧就會係咁樣嘅，會 x 減 x 巴啦，然之後咧減完之後咧就再除翻 sigma。咁 x 咧係某一個數據啦 ，x bar 咧係個平均數啦，而個 sigma 咧就係標準差啦。咁所以標準分咧，其實我哋計某一個數據佢嘅得分啦，同個平均分做比較，然之後再除翻標準差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去計標準分之前咧，我哋需要先知道咧個平均分同埋標準差嘅。咁呢兩樣嘢咧，你都可以撳計數機得到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度咧我就唔花時間同大家撳計數機，請你自己撳啦。咁我哋會先求得個平均數咧係23.75，標準差咧就係8.35啦。好啦，至於佢就話啦，嗰個所有考生嘅標準分咧都係低於2分啦。咁我哋跟住會做咧，其實就揾最高分嗰個人，咁佢係39分嘅。咁計佢嘅標準分，睇下佢係咪大於2分。如果大於2分嘅第二句就唔啱啦，如果低於2分嘅第二句就啱咯。咁所以咧，跟住我哋會做嘅咧，就會係計個標準分啦。頭先講咗條公式，代翻個公式落去咧，計到1.826，咁真係細於2嘅。咁所以第二句一定啱啦。咁第三句咧就話啦，嗰個標準差咧係超過8嘅，咁頭先都講咗啦，可以撳計數機都計到個標準差係8.35咯，咁所以呢個標準差真係大於8，咁所以咧呢條咧喺上年2024年考嘅 DSE 試題啦，個答對率咧係比較高嘅，咁啊70%左右啦，咁所以因為第一嗰個問中位數比較簡單，可以出到結果，第三問標準差，撳計數機就出到啦。然之後第二個咧，就算你唔記得標準分係乜嘢都好啦，你都會答到。咁但係咧，因為每一年都會考一條標準分嘅題目㗎，咁希望咧大家都識得計標準分，然之後咧答呢種問題嘅 MC 嘅時候咧就可以得到分啦。OK，咁個影片咧就講到呢度。